台南市环保局自顶礼拜便要求各区清洁队针对地下道、道路切沟、排水孔以及容易塌掉地段，展开巡检以及清理。动员超过233人次，以及90来辆清沟车等各式机具投入防汛警备。早起目前已经清除3.1公吨污泥、落叶以及杂物，确保排水系统畅通。因应凤凰台风来袭，环保局提前进行防台准备，针对易积淹地区的侧沟进行清疏，并加强地下道及排水系统巡检，清除淤泥、垃圾及落叶，以避免排水系统阻塞造成积淹水。环保局提醒，市民朋友应主动清除居家周边的杂物及垃圾，避免堵塞排水口，并且勿将烟蒂及垃圾丢入排水沟，避免造成积淹水的风险。环保局嘛提醒，市民朋友应该主动清理徛街周边的落叶及杂物，避免塌掉排水孔，莫将粪扫或者是粪头等废弃物等入去水沟，并呼吁风台期间要减少外出。若是发现切沟塌掉的、树木倒落或者是积水的情形，会当拨卡1999市民服务专线通报处理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